请问，民国60年代台湾出现上早的乌多摆客运车是伫咧倒位载人客的？A. 北投 B. 鹿港 C. 大稻埕。市区2路3班架。是。阮阿姊讲，这个三个所在拢伫咱台湾拢是真有名的，嘿，而且真繁华啦。啊，伊即马讲的是60年代。是台南，加无台南。台南，敢是鹿港？你爱想讲，迄个所在有啥物物件？为啥物需要这个 vehicle？ 你知无？乌多摆客运车。为啥物需要这个物件？啊，北投有温泉。 60年代，迄时阵敢是放假卡鹿港有啥物？繁华。嘿，鹿港有庙。鹿港有啥物有庙？庙应该无需要这个物件吧？是。我感觉应该是北投，咱去钻温泉了后，迄度平淡走啊。哦。是。北投。啊是大温大稻泉。大稻埕有可能啊，大稻埕。啊，你毋是讲要问伊看伊感觉倒一啊？你感觉是？我感觉是 C。 哦，我感觉是 A 呢。大稻埕。对，安尼就无唔对啊。因即嘛有 A 甲 C 啦，我感觉是 C。你选 C 鹿港恁拢无想到啦。鹿港你。我即摆是反指标的对啊。反指标。60年代吼，投票。要投票，40票差不多啊。是啦 A 一票，A 一票。好来 ，A 2票。 2票，啊 B 咧。队长胜2票。 B 咧。鹿港港有无？好，啊 C 咧。哦，3票。 3票。啊，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 C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大稻埕对唔对？拜托。咱的旧的过来啊咯。因拢无看新闻。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当时北投上出名就是温泉，温泉你行路会忝，所以一定要坐客运车嘛。所以答案就是。 哎，哇，讲得敢若真呢。喙甲传播了，甲你讲我60年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北投对唔对？有我都坐，因为大稻埕迄是船。啊，北投伫早期吼有特种营业啦吼，就是洗温泉有人陪啦。嘿啊，所以有一寡小姐需要人送啦，啊妈妈送嘛需要人送啦。啊，因为北投有真侪山嘛吼，你要上行吼，行路较忝啦吼，所以就有这种行业出来。啊，尾啊在地人嘛会用伊啦，因为有人吼要去买物件啦、买菜啦，是讲要去病院啦、要提药啦，啊嘛会叫伊安尼，才有看去一抓偌济钱咧。所以当初这种行业伫咧北投足时行的。